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此时，请咱大家闭眼心，三甲来敬拜上帝。我的心静静，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招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上帝啊，阮伫你的殿内笑念你的慈爱。这时，请咱大家来吟诗，圣诗38首，圣诗38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造化的大君王，伊做你大气力拯救，你着俄罗尊崇，听见的人着进入伊的圣殿，甲我同心欢喜称赞。圣诗38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
心来想，主我做你的朋友，全灵的手援护你，我了解着一切所靠你我谁看见光芒的最像我的一切，天空阿门，留住远灯光的人，愿望我的一别不这时，请咱由咱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请咱大家齐声来念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三甲来启应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5，启应文25，伫圣诗的后面1043页。启应文25，也是诗篇103篇。这是咱三甲来启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面，互你一世人满足。上主实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冬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恁拢着学老上主。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使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
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这时，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满心感谢你，学罗你，阮恭敬来到你宝座的前面，真心诚意来敬拜你，学罗你。你是天地主，宇宙万物的神，你掌管一切，是你赦免阮一切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成做新造的人，互阮的生命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互阮也会当行伫你内底，享受一切丰盛甲平安。阮感谢你，主爱天父，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求你监察阮的心思意念。伫过去的年日，阮检察有侪侪失错，阮毋但得罪人，也得罪主。恳求主你帮助阮。用你的慈悲，用你的怜悯，撤销阮一切过失，互阮会当伫你的面前，因为信来成做称义，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清气，变那亲像世人。主啊，阮感谢你的恩待，感谢你的拯救，总是主你也交代阮侪侪使命。也就是你赏赐阮伫西湖即个家，亲爱主，西湖教会伫设立将近40年久，聚会人数一直无法增长。但你引带耶牧师来牧养带领阮，恳求主特别为阮开路，求主坚固保守阮就任感恩礼拜以及日后一切事工。互阮会当将福音传讲伫即个社区，互侪侪人听见，互侪侪人感动，互侪侪人会当反悔认罪，回头来向你，将伊的心门拍开，来接纳主耶稣，你成做因国人的救主。听阮的上帝，这是福音的使命，求你加听。智慧能力，互阮的所行所做，拢会当成做美好的见证，用疼心来感动侪侪人，互因拢会当成做得救的人。父上帝，恳求你引带阮西湖教会所做一切，侪侪结侪侪果子来荣耀父上帝，献上。伫你面前，也将所有的荣耀来归乎你。亲爱的主，求你帮助阮，互阮踮伫你为阮所设立的圣殿中间，阮要行伫来遮敬拜你，伫遮来服侍你。主啊，求你恩待阮，求你互阮有即个福分。伫你面前来亲近你，愿主你拍开阮的心门，拍开阮的智慧，互阮念影要领受你透过牧师所开启的真理的信息，互阮的灵命通得到增长。恳求主你引带阮，互阮的人生伫你的引带帮助的下面。每一日拢充满平安、欢喜、快乐，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一生甲主三角连。阮当早起的敬拜、仰望、交托你，求你亲自伫阮中间引带保守，互阮会当每一个人拢有真好的属灵管握才情，互阮日日成长。伫你面前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赞美，这时圣歌队要来带咱吟诗学罗上帝。
以上献诗，愿一切荣耀归伫上帝。请咱三角来听上帝话。咱今日要读的经节是伫新约约翰福音书11章17节到44节。新约约翰福音书11章17节到44节。17节，耶稣到的时，纳撒路伫墓里已经4日啦。约大年近耶路撒冷3里约量5里，有犹太人侪人已经近马大、玛利亚，要为着因的兄弟来安慰因。马大听见耶稣来，就去接伊。玛利亚犹原坐伫厝内。马大对耶稣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我当也知，既然你对上帝求的，上帝要互你。”耶稣甲伊讲：“你的兄弟要告我。”马大甲伊讲：“我知末日告我的时，伊要告我。”耶稣甲伊讲：“告我甲活命是在伫我，相信我的人，虽妄死，也久要活。既然活来信我的人，永远袂死。你信即个吗？”伊甲伊讲：“主啊，是啦，我已经信你是基督，上帝的囝，就是来入世间的。”28节。讲煞就倒去暗示，叫伊的姊妹玛利亚讲：“先生来啦，在叫你。”玛利亚听见，紧紧起来，去就近伊。迄碟耶稣也未入乡舍，也伫犹大至伊的所在。遐个甲玛利亚伫厝内伫安慰伊的犹太人看见伊紧紧起来出去，就对伊拍算伊要去墓里啼哭。玛利亚到耶稣所踮的所在，看见伊，就拍伫伊的骹下，甲伊讲：“主啊，你若伫遮，我的兄弟就袂死。”耶稣看见伊啼哭，阁甲伊三角内的犹太人也啼哭，就真切心，阁大如乱，讲：“恁下伊伫什么所在？”因就甲伊讲：“主啊，来去看。”耶稣流目屎，犹太人就讲：“你看，伊听即人到安尼。”其中有个讲：“伊捌开青面人的目睭，减袂互即人无死吗？”耶稣阁切心到墓里，迄个墓是石洞，有一块石塌伫的。耶稣讲：“刷开迄块石。”死人的姊妹马太甲伊讲：“主啊，当臭啦！已经死4日啦。”耶稣甲伊讲：“我减无甲恁讲，你若信，会看见上帝荣光吗？”因就刷开迄块石。耶稣举目望天，讲：“爸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知你常常听我。独独我讲安尼，是为着周围伫徛的众人，互因信你找我。”讲煞，就大声吼叫讲：“纳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手骹白布，面包昏。耶稣甲因讲：“透开，互伊行。”以上下面牧师要传互咱的信息
是耶稣神迹的意义。第六讲，新生命的应允，请咱恭敬来听。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咱已经是第6礼拜，做伙要来思考耶稣行新约的意义，所以搁一遍来复习伫新约圣经内底新约有3种意义，你敢搁会记得？无所以已经第6遍迄强调啊。第一的意义就是记号，第二的意义是啥物？快乐。第三个意义就是作为，即个记号、快乐、作为，这是因为即个新约是用希腊文所写，希腊文内底无一个特别的字是新约，所以福音书的作者就用这3个希腊字来讲耶稣所做的是啥物，新约的意义是啥物？记号、快乐加作为。所以伫今仔日，咱圣经信息分享以前，咱先做伙额头来祈祷。充满大快乐的主上帝，你是疼阮的主，你也是充满智慧的主。感谢你，互阮透过圣经。你亲自对阮讲话，也恳求上帝你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的圣神也带领阮的心思意念，互阮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对着主你的话来得到快乐，得到信心的坚固，也会当有哪来哪矫正的智慧，互阮知影你的旨意是啥物。互阮知影怎样来做，阮才是跟对你指示阮的方向来行。恳求上帝你亲自带领阮，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落去遐说，咱拢知影，虽然讲真侪法律条文。拢会甲咱讲，人人生而平等，但是咱知影，咱家己无办法决定家己的出身，所以有的人，咱讲含着金汤匙来出生；有的人生长伫一个物质条件较无好的环境；有的人。出世伫台北即款进步的大都市，有的人出世伫倒位，咱讲的偏乡的所在，咱人拢袂当决定家己的出身，但是有一件代志是每一个人拢共款的，就是人总是会死，人的生命。总是会有结束的一天。这讲的生命是地上的日子，就是因为安尼，自古以来，对伫死亡的这个主题，是真侪有智慧的人，真侪哲学家，因拢用这个死亡、这个死这个主题来讲论真侪。但是，各位兄弟姊妹，除了上帝以外，有啥物人会当真正知影啥物是死？因为死去的人袂阁讲话，死去的人也无办法阁交谈讨论。所以，除了上帝以外，有啥物人真正知影死是啥物？所以今仔日咱所读耶稣行新约。互列撒罗搁活对死搁活的即个故事，这是提供咱对伫死即个主题
一个上帝的观点，上帝的观点。弟兄兄姐，死即个主题，死即项代志，是对伫咱人类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就算对伫基督徒也是共款。所以咱知影，为虾米需要写这4本福音书来记载耶稣伫地上的脚迹？咱知影初代信徒、上初代的基督徒，因真侪人是亲目看到耶稣所行是啥物，甚至12门徒也伫因的中间，因比咱有搁较侪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咧，上初代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因拢原本有一个真大的信心，因相信伫因家己还未死以前，伊会当看见着耶稣再临，耶稣搁一遍来到伫世间，所以因掠着即个期待。不过对着时间，一年过了一年，所以就算遮个初代信徒，因亲身若毋是听到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所行遮个真正，因也有第二手的资料，即真正有亲身跟对耶稣这12个门徒，拢伫因的中间。若无就是即个伫行向大马色路中，看见耶稣显现的保罗，因也亲听到保罗所传的。但是对着时间一年一年过，遮个上初代的教会基督徒，因也开始会对家己身躯的死来感觉惊吓，因为一个，遮个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个离开，因开始会烦恼啊，安尼阮信的敢是真的？安尼耶稣所应允，伊会搁来，无实现要安怎？所以咧，亲像约翰福音的作者，即个约翰，就伫伊所写的福音书内底，透过耶稣所教导即个新生命搁活的意义，也是今仔日咱所读到即个耶稣互列撒罗对死搁活的故事，来回应即个从初代的教会基督徒，因对伫死亡、对伫家己死亡、身躯的死的即款的惊吓。各位兄弟，咱甲遮个初代教会的信徒，可能也是共款。咱所惊吓的，因也是共款。因所经历的信心的危机，咱可能伫生活中间也拢经验过。亲像今仔咱所读到即个圣经故事，耶稣行神迹的故事，有2个重要的人物。第一个角色是即个人物是马大，第二个是玛利亚。即个玛利亚甲耶稣世间的老母玛利亚无共款名。玛利亚是一个非常即个流行的名。亲像讲咱拄着菲律宾的查某玛利亚也真侪，即共款的。也是讲拄着迄个即个东欧娜塔莎一大堆。也是讲咱台湾拄着迄个拄着咱台湾人即个日本时代出世的，拢是啥物
上，啥物上，啥物上，武雄啦吼，也是讲即个吼武雄，也是介雄吼，遮个吼，也是讲查某咧吼，像日本人吼，诶查某囡仔拢是啥物裤，啥物裤，吼什么子什么子吼，也是讲咱台湾查某就是吼素兰真多，啊过来咧吼素兰，啊搁有啥物吼，啊像讲即个吼。60几岁、50-60岁，啥物美会，真多，也是讲咱伫教会内底有真多啥物，即个阻碍啦，也是讲即个有很多即款的名。好，马代、玛利亚即对姊妹啊，其实因所表现的，咱常常也拢共款，亲像马代即个节节，伫伊甲耶稣所讲话的过程中间，可能咱家己有时阵也共款，伊就亲像遐个感觉家己信仰真纯正，感觉家己啥物拢知影正确答案的基督徒真相像。伊讲。主啊，我知啦，我知啦。当耶稣甲伊讲的时阵，当耶稣讲伊是搁我甲即个性命的主，伊讲我知啦，我知啦。当耶稣讲着搁我，伊讲我知啦。伊讲孽撒路伫迄个末日，伊也会得到即个搁我啦。伊拢知啦，伊拢知啦，但是咧，当拄着死亡、肉体的死亡，面对着死亡的即个事实的时阵，本来啥物拢知的马代，也是共款，信心伫遐煞卡条的。所以咧，当耶稣真正准备要互孽撒路对死搁我的时阵，马代伫遐讲啥物？哇，已经4日啊啦！啊，孽撒路迄身躯已经臭啊啦！伊的信心本来信心十足，我拢知啦。即马变做啥物？信心不及格，连耶稣准备要行神者，伊拢用即个人所会当了解的来了解。伊甲耶稣讲：卖啦，卖啦！已经4天啊！身躯已经臭啊啦，这叫做家己当做家己啥物拢知，当做家己啥物拢有正确答案的即款的基督徒，咱家己有时阵敢也毋是安尼，咱有时阵就是安尼啊，对无？咱当做家己拢知，甚至有诶兄弟听讲道听几若10档，当师会念着即段圣经，牧师徛起来，伊就讲，伊心内就偷想，伊心内就迄想讲，啊，我拢知啦，牧师讲这，就是要讲啥物啦，我听几若遍啊啦，牧师有时阵家己嘛会安尼啊，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结果咧，拄着信仰的现实的时阵，哇，什么都不知道啦。人爱知影，一个基督徒相信搁我甲性命在伫耶稣，往往无代表即个人就会当靠着真理，真正得到平静安稳。无拄拄知影，就代表有信心。搁来咧，咱看到马代的小妹玛利亚所回应的方式，就亲像咱21世纪真侪追求自我感觉良好的基督徒，每礼拜来教会一遍，有的2遍，有的3遍，参加聚会，然后咧哈利路亚阿门，然后举起双手，哇！上帝真正美好，但是即款的基督徒
追求对耶稣的疼来得到的感动。即款因认为因为信仰所带来的正面能量，若无真正的信心，面对着亲像死亡即款现实的问题的时阵，可能正面能量拢无去啊。留意兄弟，对疼的感动，即款情绪性的感动，并无一定代表一个人会当伫各我甲生命伫耶稣即个真理的中间，得到平静安稳甲信心。就是因为安尼，所以耶稣透过互拿撒勒对死各活的神者，要互马大甲玛利亚会当真正无搁掠家己，当作家己拢有正确的答案。耶稣透过行即个神者，也要互因会当对伫原本敢若是情绪上自我感觉良好，来转变变成谦卑，变成专心来服耶稣来带领，真真正正信靠耶稣。无过是我都知道，也无过是我感觉真好就好，我家己气毛真好就好，毋是，是真正的信靠。真正耶稣用超越人原本所知影的方式来解决咱的问题的时阵，因愿意讲阿门，因愿意讲耶稣啊，互你来带领，毋是搁靠着家己的知识，也是敢若是顺着家己的气毛质，是真正互耶稣来带领，真正拍开心门，互耶稣来解决问题。留意下这，咱讲耶稣行即个对死，将拿撒勒对死来搁活的即个神者，是一个新生命的应允。但是讲到死，其实咱活伫世间，面对即个所有的死，有非常多的层面。虽然讲人若讲到死、死亡，通常讲的是肉体的死，但是实际上，伫咱人生的中间，死有非常侪款。我想咱在座中间，可能有捌经历过，也是即马拄仔好面对的，亲像事业、工作，可能有的人经历过失业，也是亲像即马非常侪的，真侪即马伫咱社会上40几岁、50通岁就被退休。哦，牧师的同学内底已经真侪，牧师敢若51岁尔，但是我的同学有的已经被退休啊。哦，高科技产业被退休，哦，当然有真侪牧者也是被退休啦。有的工作因为种种大环境的原因被资遣。讲到事业工作，面对着即款真大的改变的时阵，不只是伫工作顶面好亲像是死啊，因为咱即马即个物质社会中间，真侪咱人活的物件是对着咱的工作。当咱工作顶面，工作无去啊，工作顶面好亲像死啊，是连咱对着咱工作，咱本来有的人生的目标，也是咱对细汉所有
的即款的梦想，甚至咱有时阵咱的存在感，也对着工作的死，咱好亲像死啊同款。另外一款前面人生中间，咱有可能面对的死，咱讲迁移他乡，有可能是暂时的，有可能是永远的。当一个人迁徙到另外一个所在，原本生活习惯，原本伫故乡所有的即款的安全感，也是原本伫故乡的人际关系，也做伙死啊！即个死，是你原本甲土地所有迄款关联的生活习惯、安全感、人际关系，也拢无去啊！所以有的人真惊搬厝，惊了搬厝了后，我无朋友要安怎？惊了另外一款的生活习惯。我亲像有真侪伫台北住习惯的人，真惊去中南部。为虾米？伫遮坐公车、坐捷运真方便。到伫中南部啊，我袂晓开车，我袂晓，我年纪大，袂当阁骑奥多摆，我要安怎？我要安怎？啥物代志拢爱拜托别人载我，我要安怎？过来咧，咱年纪渐渐大。咱过去少年的时阵，年少轻狂，过去迄款真大的梦想，过去少年的时阵的体力，一天游两遍无关吼，拢无要紧。迄款用袂了的体力，渐渐无去啊。这会当讲，这也是一款人生中间所面对的死。你无个少年啊！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诚做基督徒，耶稣甲咱讲，咱旧的生命实际上也死啊。过去迄个我，迄个有真侪歹习惯的我，迄个过去有真侪负面的情绪的我，甚至过去迄个遍体鳞伤的我，今仔日，咱军队耶稣基督。咱得到守护咱的是新个丰盛的生命，咱无搁活伫过去迄款旧的我，咱活伫即马的我。过去的已经过去啊，大拢变成新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所以，弟兄姊，当咱诚做一个有信用的人，当咱有时阵咱伫工作顶面对着真大的困难，咱发现了后，咱发现，但是无搁互工作所绑掉的，你发现你实际上你也有找到另外一款活地的意义，无拄拄爱透过工作来定义我家己。也是迁徙去一个新的所在，你发现讲你会当交新的朋友，你发现讲新的环境，互你每一天活伫一款 surprise 的中间，每一天去经验新的代志，你发现你生活有搁较侪的即个新的代志，互你每一天会当经验。年纪渐渐大，无像体力，无亲像过去，无像少年的时阵的梦想，甲你今仔日活得无共款。但是年纪愈大，你发现讲，实际上你活得，你知影怎样来面对即马的生活。你发现你的经验，互你伫面对真侪的代志。搁较会当得心应手，所以弟兄姊，无像
死对人来讲，永远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但是，人爱知影，死的另外一面就是新的生命。这是耶稣所互咱知影的。亲像种子，那永远是种子，放伫即个储藏室内底，永远是种子。但是落土了后，伊得到改变，种子无过是种子啊，好亲像是死共款。但是种子落土了后，耶稣讲虽然亲像是死，但是种子落土得到改变，生出一个食物出来，甚至佫会当结果子真多，会当施团真多。所以，弟兄兄弟，咱必须爱将咱的信心放伫国活甲生命的耶稣，来信靠耶稣，会将新的生命带伫咱所面对逐样的代志的中间。有时阵你损失，但是耶稣基督，互咱伫另外一个层面会当得到。人爱知影，要经历到新的生命，只有经历过死。亲像你若无将你过去迄个我、迄个旧的我来放下，你无可能会有即个新的我来得到新的愿望，来做新的梦。落去兄弟，对伫死亡的惊吓，上可怕的毋是即款惊吓的所惊吓的代志，上可怕的是当你活着的时阵，你互惊吓来控制。所以美国的作家亨利·凡戴克，伊捌讲过，有的人是安尼对死亡来惊吓，直到因毋捌活过；有的人是安尼对死亡来惊吓，直到因毋捌真正活过。这就是为什么咱讲人人都会死，但是毋是每一个人会当真正好好活的。所以亲像讲，耶稣叫列撒罗对伫梦出来，耶稣互列撒罗对死搁活。但是圣经特别讲的是啥物？44节，列撒罗一个死人就出来，骹手扎布，面包金。耶稣甲因讲，透开，互伊行。可能咱读的时阵无注意到即个代志，透开，互伊行。列撒罗不只是对死搁活，搁较重要的，透开，互伊行。列撒罗对伫死搁活了后，伊得到的是自由。列撒罗所代表的，就是咱基督徒通过耶稣，所以咱会当对伫死亡、对伫改变的惊吓中间，咱得到自由，咱得到精神的勇气，咱得到行动力。咱无过是活伫过去，互过去的失措来绑牢的。咱无过是活伫过去的创伤，规工伫遐埋怨，规工伫遐失志。咱重新靠着耶稣基督，得到勇气来改变，得到气力来行动。所以，弟兄兄弟，无论发生什么代志，咱拢爱信靠耶稣，来得到自由的生命，来赢过人生中间逐款的死亡。落去兄弟，耶稣讲：“国活伫我，生命也伫我。
这是咱基督徒每一时刻，咱拢活伫即个事实的中间。咱每一工，咱拢会改变；每一工，咱拢迎接迄个新的我。所以，照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面所成全的听甲稳定，当咱面对人生中间逐款的死的时阵，咱也拢会当靠着耶稣基督来得胜。咱拢会当伫每一日新的一日的中间，咱经验着新的生命。所以，愿咱谦卑咱家己，咱莫当作家己啥物拢知影，咱也莫活伫情绪的中间，互情绪牵咧走。咱真正互耶稣基督来引带咱也真正拍开心门，互耶稣基督亲自来做工，亲自来改变，亲自来替咱解决问题。咱做伙额头来祈祷，听阮的主，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搁一遍提醒阮，就是阮有主你亲自引带。所以，阮才会当过去的事，拢已经过去，阮会当活出新的生命。主啊，阮常常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代志，直到阮无办法真正对伫主你的听来得到自由，来勇敢向前行。主啊，有时阵阮因为掠家己做中心，直到阮无办法看头前，阮只是看着过去，阮只是抱牢过去的种种。但是主啊，你透过互捏撒罗对死搁活的即个新约，你互阮知影，其实阮每一工拢经验着亲像捏撒罗共款的过活，因为你的听，你无只是看着阮过去所做的毋对，你是爱阮对打开始日子来跟对你来行。所以主啊，感谢你，互阮每一日有新的愿望，也恳求上帝你用你的圣神来互阮真正会当来跟对你，来得到主你所来的智慧，互阮看见你所指示阮头前的路。主啊，恳求上帝你成做阮生活的主宰，带领阮的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继续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所以台南新学院有送互咱一段的影片来介绍最近学院的种种的事工。大家平安。音乐是上帝非常奇妙甲美好的创造，感谢上帝，互我伫南城学习，我学到真好的教会音乐的专业，会当知影安怎甲音乐安排伫礼拜当中，互礼拜诚做芳芳的做。毋望借着音乐，礼拜会当诚做信徒诚实的敬拜，借着音乐，礼拜诚做上帝的喜乐。伫台南新学院的学习，毋但互我的神学观更较开阔，伫学院中的生活，也感受到伫同学中间团契集体的温暖。感谢侪侪为着阮带导以及陪伴甲支持我来读新学院的朋友、亲人，有你的扶持甲关心，互我伫装备的过程中，通更较有快乐。感谢大家。大家平安，我是中明教会张家长老，
我会来参加这个神学的课程，是因为几年当前神学院和中部的教会有合办神学的课程，我家己也参与伫几年学期的学习。过程当中，让我对圣经信仰的内涵有更较深入的了解。欢迎大家和我做伙来参与这么样有意义的课程。大家好，我是客家人我是永福教会园长老退任。这课程我已经参加有56年之久但是这个过程在内底，我就反省到，我过去可能无讲介清楚介完整来了解咱的信仰。我参加这个课程了后，我发现我对信仰更加明白。更加清楚，我借这机会我来邀请推荐大家一定爱来上这个课。大家平安，我是宗教社工所1年级周明莹，我很喜欢在这里的学习，老师们的教学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启发。在神学院就是要学习如何用神的角度去助人，这当中也修复了自己和家人的关系。现在我很享受在校园里的生活，谢谢你们。愿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伫台南神学院修总毕第2年，无论是伫圣经的研究、神学的课程以及牧会的实习，拢互我有得到足侪经验甲财目，以后会当真做牧会的帮站。伫2年的中间，也真做学生会的同工，伫这个学生会内面举办大小小活动，互咱全校的师生会当做伙团契。感谢教会兄弟姊妹对男性的奉献，感谢你为着神学教育的付出，会当互我不管是硬体还是软体，拢有足好的资源。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借着这个所在，甲咱请安甲报告。感谢过去咱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台南神学院伫这个所在成立已经超过150年，通讲是台湾第一个宣教的所在，所以互人比喻做宣教的胎盘。咱拢知伫现代社会混乱，人的心需要改变。神学院是一个培养人有使命、培养人改变生命，而且受造就了去传福音一个真好真主耶稣交代咱的责任的所在。现在台南神学院的硬体、软体拢已经有真大的改进，包括师资嘛拢有真侪真好的加入。欢迎大家来读台南神学院，嘛会当为着台南神学院继续关心、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爱命令你着给掠着花，喜爱你着彼此相向。约翰福音15章16节。台南神学院，大家来到底。6人的牧者牧师大部分拢是台南神学院包括叶牧师嘛是我是1999年即个南神毕业南神咱看到伊的即个年度的预算，可能咱看用即个大经学校来看，这是真省，但是实际上南神这是咱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神学院中间一个较特殊的，就是台南神学院所有即个准备要做牧师的道学硕士班的学生拢有摕到奖学金会当减轻即个学费顶面的负担，安尼才会当伫学生求学的过程中间来用搁较济的心力伫教会服侍甲神学的学习顶面
这就是即个台南新学院每一年募款，其实上重要的就是募到即个互即个道学硕士班的学生的即个学费顶面的补助。所以从叶牧师本身，也是咱过去遮的男神毕业，咱的西湖教会前几任的牧师，其实拢有领到即款的奖学金。所以这是为虾米？即个需要咱大家兄弟姊妹做伙来关心代祷甲奉献，为着学院的需求。咱发现当然即马少年一辈可能即个台语的腔愈来愈侪，即个互北京话所影响。当然这也是即个咱爱持续关心的一项，因为若会当有搁较侪的经费来栽培咱本土的老师出国来进修，因转来伫南神来教册。这就会当保持即个台语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语的传统。若讲咱拢无关心着学校即方面培育师资经费的需要，只有去外口骗即个外教派的，这是即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新学院所面对共同的一个困境。这讲来讲去，拢是因为经费无够，家己培养师资，迄投资是真大。你去请迄款别个教派已经现成的师资，迄是你只要互伊即个新学院教授的社底就会使。但是对一项较重要，对一项较有意义，当然是培养咱教会出身。本土的神学教师的人才较重要，但是这较开钱，所以望咱兄弟姊妹袂要紧。上重要的是爱代祷关心，但是你若有即个能力，请咱兄弟姊妹持续来关心着台南新学院教学、校务、甲学院经营所需遮的经费的需要。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应答上帝话，圣诗第209首，圣诗第209首。我捌吞忍听候上帝，捌望我的主。伊暗耳孔听我祈祷，所求已有赏赐。圣诗209首，请大家起立来吟。
请坐。这期请咱来奉献，请义节执事甲济南执事来书献。这时我来报告，请咱大家先开周报。报告事项：本周3月19日为台南神学院纪念主日，礼拜中由牧师代表神学院请安报告，请教会兄弟姊妹继续关心台南神学院教学甲义务的推展，并带导甲奉献。第二，叶牧师已经伫3月14日伫中委会宪评，西湖教会第6任牧师将伫4月30日下晡3点，伫本会礼拜堂举行就任感恩礼拜。第三，下主日第3月26日下晡2点半到4点半，这个郑明堂老师将伫台北东门长老教会带领齐声颂赞期就是这是一个新歌联唱会，参加的免费，但是必须这个郑老师报名。出席的要赠送齐声颂赞的诗，这个新谱一本，邀请献歌队队员也是有兴趣的教会兄弟姊妹报名参加。第四，有家庭礼拜也探访需求的兄弟姊妹，请甲牧师联络安排。第五，请教会兄弟姊妹踊跃参与咱礼拜五暗时7点半的查经祈祷会。第六，下周3月26日礼拜的讲道题目是耶稣生日的意义第7讲，上帝的攻击。经文是马太福音14章13节到21节。咱来看这个聚会活动咱每日的主日礼拜是上午10点，献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拜五的查经祈祷会是暗时7点半。咱即礼拜要查的经节是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18节。顶周的出席的人数甲奉献的统计，咱家己来看。若毋对的来民兵结束，也是手尾结束来经济。圣港事奉，咱即礼拜插花是手尾是江老师带的，清扫是谢宝姐。周的讲道是叶牧师，诗会是民兵结束苏琴谢文老师，领唱是梁长老，
书宪是义节执事甲秋妹执事，交代是友来兄甲小荣子，插花江老师，清扫是我本人。咱即马来看下面一个本周的金句，金句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耶稣甲伊讲：“故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犹久要活。”咱大家用台语来读两遍了，再用华语读一遍。这是咱大家来念来。耶稣甲伊讲：“故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犹久要活。”耶稣甲伊讲：“故我甲活命是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往死，犹久要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这是请咱大家坐咧原位，大家用拱手来互相请安。平安。这时咱要来念圣诗394首，圣诗394首。这时礼拜特别煞，大家念诗通4线，心肝常常3交陪，5望后期各相会。圣诗394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念。耶稣基督来带领，每一天拢是新的一天。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担当变成新的。愿咱会当每一日拢是新的开始，无论过去怎样，拢会当对伫耶稣基督来得到真正的盼望，对伫耶稣基督来得到向前行的快乐。也因为有耶稣基督，咱甲伊做伙同行，无论面对头前什么代志，拢毋免惊吓，因为伊会带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